其實明明咧已經好努力咁咧洗乾淨個背脊啦，又定時做果酸喎，點解個背脊啲暗瘡都係反反覆覆生完又再生呢？嗱，今日咧帶大家去揾其中一個隱形嘅元兇，竟然就係你每日用緊嘅洗頭水。嗱，好多人咧習慣沖涼嘅時候咧，咁啊，梗係順便咧洗埋個頭啦。咁過水嘅時候咧，啲洗頭水咧就會順住個背脊咁樣流咗落去啦。其實咧呢個日日都會發生嘅動作咧，已經足夠將你嘅皮膚咧推入暗瘡嘅危機噶啦。嗱，大家留意下，你用緊嘅洗頭水有冇一種叫做直靈或者天然植物油嘅成分？加入呢啲成分咧，會令頭髮咧更加柔順嘅。但係直靈咧對頭髮咧有好強嘅附着性嘅，而且咧係唔溶喺水嘅。咁當污水流過背脊啦，直靈就會好似一層隱形嘅保鮮紙咁樣封死咗你嘅背脊嘅毛孔啊！背部嘅皮脂腺咧，本來係非常之發達噶啦。當油脂被呢一層嘅膜困住，出唔到去嘅咧，就會引發一啲局部嘅發炎，就會開始爆瘡啦。嗱，美國咧臨床皮膚病學雜誌嘅研究咧，亦都有證實，護髮產品入邊嘅特定油分同封閉性嘅成分咧，正正咧係引發身體同埋髮際線暗瘡嘅主要嘅外在因素。嗱，文獻咧仲強調呢種暗瘡咧係慢性累積形成嘅，令到好多人咧根本聯想唔到咧，原來係關於洗頭水嘅事啊！嗱，想拯救你嘅背脊嘅暗瘡，好簡單嘅啫，試下改變習慣。嗱，先洗頭，然之後咧就再洗身，用沐浴露徹底咧沖走背脊嘅殘留物，或者咧直接換一隻冇直靈成分嘅清爽洗頭水。我係你皮膚炎症專家 Ada。如果咧你一直受到暗瘡嘅困擾，又唔想食藥嘅話咧，歡迎留言暗瘡啦，我會同你一對一咧一齊諗一啲解決嘅方案。